近那个长荣路那正贤宫的新里就是北端靠近长荣路有教堂在那里建教的。刚刚从王公庙那边过来，王公庙在南边，洪济宫在南边。要往北边哦，圣武会正贤北巡的正贤宫有举办那个建教典礼、建教大会。刚刚有好多正通过去。正头很多呢，加起来好几百人。北巡正贤宫，玄天上帝的神，正统的正玄天上帝的神，正贤宫。还有民族路北端，靠近长荣路那边有圣武会有建教大殿行宫。队伍也很长啊，刚刚已经录了快3分钟，现在又录快3分钟。